現在有請梁麗國會長到台上致辭，有請。大家好，咁好多謝有效嘅同學邀請我嚟啦。咁其實我嘅身份有少少尷尬啦，因為我既唔係政界，亦都唔係法律界嘅，我係學界嘅，係啦。咁我哋而家都即係堅持我係一個學生嘅身份啦。咁結果咧，我今日被分配嘅題目都比較特別啲嘅，因為我見到即係咁多位前輩、咁多位即係同學啦，佢哋嘅題目咧都係比較有前瞻性啲嘅，又或者可能係概括一下其實成個雨傘運動一路以嚟發生嘅事，但係我呢個題目咧就相對地係講翻好似係過去一個時間點咁樣，就係講學生同埋政府嘅一個談判。咁其實既然個時間點都係咁清晰啦，淨係得一點，咁我都不妨喺呢度係可以即係好似講下多啲喺嗰件事嘅事前同埋事後我嘅一啲可能心路歷程，再加上即係到底而家我點樣去回望睇翻呢一次嘅呢一個談判啦。咁其實喺呢一次嘅談判之前咧，我記得有好多人對於呢一次談判其實係即係不予厚望嘅，但係同時咧佢哋都好珍重呢一次嘅談判機會，因為佢哋覺得其實呢次嘅談判機會係得來不易嘅，包括就係佢係即係989年之後第一次喺中國嘅領土入邊啦，可以有一啲嘅學生同政府係有一個平等對話嘅一個談判啦，但係同時點解佢哋會不予厚望呢？可能係因為喺呢一次嘅談判、呢一次嘅對話入邊，大家都好清楚，其實香港政府個口袋入邊呢，可能係1蚊都冇嘅，佢根本攞唔出任何嘢俾香港市民。而我哋入去個談判桌之前呢，我諗大家都會好清楚，其實社會上面有好多輿論，例如即係揭露咗話，其實民情報告係有可能已經係政府俾到嘅最大嘅一個退讓啦，已經係佢最俾到香港市民嘅一啲嘢㗎啦。咁除咗民情報告之外，乜都攞唔到。咁我哋當時入去嘅時候，就係即係帶住呢一個咁樣嘅想像啦。對於呢一個對話，其實大家都好清楚，都心知肚明。我哋知道喺政府嘅口袋裏邊攞到嘅嘢其實唔多嘅。咁反而令我反思到一個問題就係，其實有好多即係我哋拎到上台面，可以俾到政府要佢即時作出一啲回應嘅一啲議題，或者一啲法律上面嘅觀點又好，政治上面嘅觀點，其實本身已經好多，亦都有好多嘅前輩佢哋可能喺各自嘅文章或者佢哋嘅一啲立場上面，其實都已經羅列晒出嚟。而我哋作為即係學生，其實入到去即係重新咁樣羅列呢啲嘅觀點，其實個特別嘅地方係邊一度呢？或者呢次嘅對話其實點解仍然係重要嘅？點解學聯仍然要去呢？又或者點解係由學聯去呢？其實可能呢啲問題大家喺心入邊都即係問過好多次啦。咁其實我哋一開始嘅時候都有就住到底上個對話到最尾係達到乜嘢成效有傾過嘅，即係包括係其實今次對話嘅對象係邊個呢？係咪真係好似即係場辯論比賽咁？雖然即係林鄭司長一開始開宗明義話唔想係辯論比賽啦，但係其實大家心知肚明佢係一場辯論比賽嚟嘅，因為係啦，好明顯就住可能人大831嘅決定又有正反雙方啦，即係到底佢有冇違憲啊等等嘅一啲爭拗，亦都有正反雙方。對於可能雨傘運動入邊到底港府應唔應該回應市民嘅訴求，又有正反雙方啦。因為作為反方嘅政府，佢一定會話我哋呢嘅訴求都係違法咁樣去作出嘅，所以唔需要回應。咁大家都即係對於政府嘅觀點亦都好清楚。咁反而喺一場咁樣嘅辯論比賽入邊，如果我哋知道其實作為反方嘅政府，其實佢口袋入邊既冇嘢可以拎到出嚟，同時其實佢亦都唔介意喺呢一場嘅辯論或者談判入邊，其實係攞唔出任何嘢出嚟嘅，因為佢喺呢次嘅談判或者對話入邊，其實佢只需要做到一個角色，就係出席咗個對話，話到俾人哋聽，佢係願意同呢一班雨傘運動入邊嘅一啲參與者係去傾偈嘅。其實佢已經完成到佢嘅使命㗎啦。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其實我哋要擔當個角色係點呢？咁當時可能喺唔同嘅一啲即係學界入邊嘅同學啦，其實對於呢個對話都有唔同嘅睇法嘅。但係我諗有一個共通點就係，其實大家都好清楚呢一場辯論入邊最重要嘅嗰個對象並唔係台上面嗰5個嘅政府官員，而係下面嗰700萬嘅觀眾。而事實咧亦都證明咗，其實喺嗰個談判入邊，喺個過程入邊啦，佢亦都成為咗喺成場雨傘運動嚟講，大家最覺得學聯或者學界可以代表到大家嘅時間。
事後咁樣睇翻轉頭啦，可能即係喺嗰個對談入邊，喺嗰個談判入邊，我未必係有好多嘅觀點啊等等，係真係展述得好清楚，大家真係好明白。但係嗰一次其實係一場運動嘅一個好似分水嶺咁樣嘅角色，因為喺嗰一次嘅對談之後咧，其實有一段時間，大家對於即使係冇行到出嚟，冇行到入去佔領區入邊嘅人，佢哋對於嗰次嘅對話都係有正評嘅。都係覺得嗰次嘅對話有佢嘅價值，因為睇到嘅係我哋嘅訴求係清楚嘅。而呢一次嘅對話，雖然佢出現嗰個時間可能係有一啲嘅特別啦，因為佔領已經發生咗啦，有一啲人可能已經對於成個佔領運動其實係有佢自己一貫嘅睇法，例如覺得呢一個表達訴求嘅方式係違法嘅，所以唔啱。但係同樣地，呢一次嘅談判亦都俾到一啲當時可能喺立場上面仍然係未有好清晰取態，但係喺屋企會睇電視，包括我自己嘅父母，佢哋好清楚其實學生或者佔領嘅人士佢哋嘅訴求其實係有理性嘅一面，佢哋係希望可以同政府傾到嘅。而呢一場嘅對話可能並唔係即係一路落去到最尾，大家到而家都覺得係好重要嘅。但係對於我嚟講，我到而家都覺得呢一場對話其實係成場雨傘運動一樣非常之重要嘅嘢，因為係嗰次對話為成場運動定咗性。最起碼我哋可能之後喺表達方式上面有好多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朋友佢哋提出唔同嘅表達方法，未必同意可能學界喺或者商學啦喺呢場運動最後嘅一啲表現方法，但係大家都會同意就係呢一場嘅談判其實係好清晰咁樣表達咗一啲其實佔領嘅訴求到底係啲乜嘢。另外一個就住呢一場談判嘅問題，可能大家都曾經諗過嘅就係點解係由學聯去作為呢一次談判嘅一個代表啦，又或者點解唔係雙學，可能淨係學聯咁樣？咁我會覺得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好偶然發生嘅事啦。本身學界即係學聯啦，曾經喺之前係有即係出過信，希望可以同到即係林鄭司長有一個對話，希望係可以同到佢就住可能政改上面有一啲嘅討論啦，甚至係辯論嘅。咁但係喺呢個過程入邊，即係雨傘運動發生之前，其實一路都係受到政府冷待啦。包括係即係同我哋講話，林鄭司長去到10月11月都唔會有任何嘅檔期可以俾到我哋去見佢。咁所以喺佢發生即係呢件事之後咧，有人可能會有一啲即係陰謀論咁話，其實係咪叫學聯去係希望學聯成為一啲代罪羔羊啦？令到大家覺得可能係學生唔可以帶領呢場運動，咁跟住之後咧運動就會潰散咁樣。咁去到最尾，即係呢件事冇發生啦。固然即係可能喺過程入邊，其實我哋未必可以講到晒大家心目中最想講嘅嘢，但係喺呢個過程入邊都即係好多謝大家喺談判嘅前後，其實對於學生個表現其實都係正評比較多。咁但係喺對話之後，即係為場運動定咗性之後，其實場運動有好多唔同嘅分水嶺嘅。咁但係即係我自己去睇翻即係今日呢一個題目啦，我淨係需要講呢個談判嘅話，我會覺得其實入邊所提及嘅一啲論點其實未必真係最重要，因為呢論點大家之後都會繼續聽到。大家可能喺啱啱即係我去呢一個英國國會入邊嘅外交事務委員會入邊去做嘅一個即係視像嘅會議，其實有聽到一啲類似嘅一啲論點，包括係可能今次係講關於中英聯合聲明嘅等等。但係本身呢一場談判，無論當中嘅內容係啲乜嘢，其實佢只要 serve 到一個目的，佢就已經完成咗佢嘅歷史使命咯。個目的就係為雨傘運動作出一個定位，而呢一場談判亦都即係的而且確係做到呢一個咁樣嘅使命嘅。咁或者呢一個題目其實可能本身喺之後嘅討論入邊未必真係咁重要嘅一樣嘢啦，因為佢本身係歷史入邊一個時間點。咁但係即係我而家去睇翻，我就會咁樣去定性呢一場嘅談判嘅。咁至於即係後續點樣去跟進，可能政府一路以嚟承諾咗話俾我哋嘅民情報告啊，又或者一個即係多方嘅平台啦。咁其實到今時今日，我都覺得呢兩個只係即係政府嘅一啲幌子嚟嘅。咁包括就係之後嘅事態發展，就係例如林鄭司長都話佢用個人名義去簽咗一啲反佔中嘅名啦，然之後佢都會話明佢喺個民情報告入邊其實唔會淨係即係記錄一啲可能係大家對於政改方面某一部分人嘅訴求啦，佢唔會淨係記錄學生嘅訴求啦，佢會記錄晒即係所有包括一啲唔知水分有幾多嘅數字入去呢份民情報告入邊。咁喺呢樣嘢上面，其實去到而家我哋係咪仲係即係要着眼於佢而家提出嚟嘅呢兩個方案呢？咁其實即係我個人嚟講都覺得呢兩個政府所謂提出嚟嘅一啲退讓，其實
亦都冇一個所謂嘅實質效力嘅。係啦，咁即係我覺得去到呢一個位，其實我哋去睇翻呢一場嘅談判，亦都不妨去考慮一下，其實即係同政府之間嘅一個談判嘅時間，同埋同政府之間嘅談判，其實到底嗰個對象係邊一個咯？我希望大家喺即係之後回望翻呢場運動入邊，固然有好多波瀾壯闊嘅一啲景象，大家可能會諗起，但係的而且確呢一場談判其實亦都即係俾到大家見到我哋嘅政府其實係會點樣去即係回應我哋嘅訴求啦。可能佢係即係置之不顧嘅，但係同時其實我哋喺呢一場談判入邊，如果可以好好把握到嗰個時機嘅話，其實亦都會係贏到一場嘅比賽咯。而呢一場嘅比賽其實係可能贏到嘅嘢就係我哋將來一路要講話要落社區嗰度，點解要即係要進行深耕細作啦。咁我相信呢一個其實亦都係同呢一場談判係有一個扣連嘅。最起碼其實我身邊嘅一啲朋友或者親戚，佢哋亦都係因為呢場談判改變咗一啲對運動嘅睇法咯。咁我希望即係我剛才嘅分享有即係提醒到大家，其實兩個月前曾經發生過呢一場嘅談判啦。咁亦都希望大家記得，其實呢場談判應該都會記喺歷史上面嘅。係，多謝大家。